错的阿佳和朋友飙车摔成植物人。我能给你2个机会去体验你想做的事。阿佳有2个心愿，想回家看妈妈，想重回校园和同学一起学习、一起玩。其实这个偶是来自于就是法国一个箱体偶剧大师的。那其实台湾比较少人用这种大型的偶师。那这个其实都是专业的剧团在操偶的。才国中2年级的学生精彩呈现完整的大型偶剧，在全国赛赢得特优第1名。评审赞赏，连最细微的呼吸声都鲜明，人偶在观众面前活了过来。因为没有东西辅助，然后又要跟他对到，就是要一直练习这样子。这个直的就靠这边来拉，所以这边通常会很酸。我们自己人走的时候，都就是没有仔细想过，到底是人是怎么活着、怎么走的。显然，在操作巨偶的挫折里，有不少探索和发现。台词内容、人偶道具的制作，甚至修补，台前台后全靠大家分工合作。15个人都要训练搬道具啊，音效也要懂，说万一音效有事的时候谁帮忙，或者灯光谁帮忙。做事按认真，张袂成功。做事按认真，张袂成功。这是大家的体会，工作要认真才会成功。做事按认真，张袂成功。指导老师惊喜发现，孩子们自由发挥，蹦出创意。曾经跳过的啦啦队舞蹈，被他们融入人偶的动作里，把人偶当同学带到教室上课。老师好，一起揣摩如何让动作更细腻。投射在人偶身上的，正是他们自己的精彩和开心。青少年很多时候不知道心底话怎么说，要不要说。和偶做朋友，让他们找到快乐，也成了情感的桥梁。做事按认真，张袂成功。做事按认真，张袂成功。